1861年3月7日，林肯就任第16任美国总统，伊带美国经过惨烈的南北战争，贵都奴隶制度是美国4年后，伫华盛顿福特剧院被人枪杀身亡。林肯到即马拢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之一。2007年3月7日，当时的总统陈水扁出席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发牌时，提出4要1无的新公法，和通过议题过发售。质扁总统4号在发帕独派大聚会上抛出超大震撼弹4要1没有，台湾要独立，台湾要证明。4要1无一出手，台卡独派人士真欢喜，伊就拍破啊！验过这个2000年，陈总统伊家己发表的4不1无，真明显有修改。